哇，家下嘅词汇啊，韩国记嘅，大家就学会咧，接下来就是机型嘅教学。啲家下影片地度有讲到，河坝附近嘅建设，韩国留大家乡下来保护大自然。比如讲咧，你做得嚟问讲，河坝做得看到乜嘅建设啊？韩国人问嘅时间，你用乜嘢嚟回答咧？一到河坝地度咧，沙古啊、五嘅啊、下工啊，都係用版形容客家來回答咧。比如講，唔做得問，一條河壩看起來用版，來聽下南詩嫣係用版形講了。河壩嘅沙古看到該款面，一條河壩看起來用嘅。看到該款這條河面，川看起來怎麼樣？你做得回答佢，河壩水鹹鹹，意思就係河川水很清澈。好，做得看到東島嘅同下公。做得看到東島嘅老下公，看到當款面，嚟聽下南詩嫣嘅講法。也幾把意思就係可以清楚看到河中的石頭。同樣嘅問題，一條河壩看起來樣板，咪做得換一個方式來回答。來聽下南詩嫣咯。做得看到該島嘅屯下公。做得看到該島嘅屯下公。也可以把意思就是可以看到好多魚跟蝦子。哇，色彩好。真嘅學睇了一記過後咧，大家就做得來看一下下邊河壩地度到底有哪啲神奇嘅事情咧，要向下聽到咧男主角繼續來探索一片嘅神哪了。